2026新加坡國際食品展期間，市長委託率農業局團隊以及台南13間幼稚業者參展，在短短4天內就吸引各個買家落單訂貨，創下1100萬美金的外銷訂單，展現台南農產在國際上競爭力。隨團的業者表示，過去在國際市場攏是單打獨鬥拼生意，這次了市府協助拓展市場，讓因的產品更被國際看到。去到新加坡之前我們都是自己獨立參展。那這幾年那台南市政府帶着我們帶着我們的這些業者去到新加坡，那事前都會跟着我們新加坡當地的一些我們的通路商，還有我們的一些超市，來一起來跟着我們這些業者來做一些交流跟洽談。那所以我想，有市政府的這樣的一個協助，讓我們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之下，讓我們的業者可以讓我們的產品更有說話的餘地。這個品牌美優先生剛成立不到1年的時間了，那這次很榮幸跟着市府團隊到新加坡參展。那這一次我們第一次參展，那一開始是純粹抱着學習的心態去參加這個活動，這個展覽。不過想不到確實還有一些不錯的成績收回來，那真的很感謝市政府。那後續的話也會跟着市政府腳步，那帶着我們這個剛新成立的我們相信小菜鳥來帶着我們繼續往前走。以前市長還未帶恁過的時陣大家攏差不多單打獨鬥，摕一家配商，換落去做生意。這個部分說實在也非常的辛苦主方面就市場進行了後呢，他也非常重視說我們台南市一個團隊處理。最後市長帶出來了，就是一個我們台南市一個團隊的力量。另外一點就是講，讓市場出去會當做你品質方面這個保證。這次展覽中，以水果加工品、冷凍水產、番薯加工品以及休閒食品上受到買家青睞，顯示台南不僅擁有優質農業原料，更逐步朝向高附加價值產品發展。市府指出，未來將會持續透過參與國際食品展、甲市場交流，協助業者掌握全球的趨勢，擴大海外布局，讓更多台南物產走向國際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